细标的这样下播说的是，就这样，微细标的微细标的来了。果然跟我想的一样。这都能干得出来，看着一个个都是天真烂漫、品学兼优的样子。子琪，哎呀，那个廖老师可真不容易，当个老师还被人说闲话。哎，这说到底呀，也怪他自己平时生活不检点。你说他自己干那点事儿，干也就干了，干嘛总拍那么多照片啊？这图什么呀？哎，我跟你们俩说，有的人呐，他就有这癖好。哎呦，苏老师，今儿可有好戏，你看着了吗？你们都很闲吗？抓。抓。安静啊！叶玉虎，哎，廖老师，手里什么东西啊？来，让家看看。这是什么呀？烟。廖老师，您来一根，来一根。哎，叶玉虎，难道你不知道学校里是不可以抽烟的吗？下不为例。所以我今天要没收你的香烟，交出来。我。廖老师，你那些照片我还真是仔仔细细的欣赏，看来你还真是阅人无数啊！哎，开个玩笑，别生气嘛。廖老师，你也不要气馁，你比之前那些老师，那还是强多了。这个问题学生嘛，什么时候都是有的，您也别大惊小怪啊。
哎呦，廖老师，你可真是个土豪贱啊！这烟，市面上得100多呀，我们这些穷人还真是没抽过。啊，这个我朋友给的。要不，我能沾你点光吗？随。效果还不错，色香味都有，代表了德国鲁尔区烤香肠的最高水平。火候稍大了点。廖老师，3天之内连中2招，你已经拿到郁金香高中悲催俱乐部排名的前10名了。果然是4万班级，厉害厉害。不过呢，话说回来啊，你这纯属活该。谁让你玩了那么多女同学？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喂，那些都是那骗那白痴的嘛！你一个学医的，你也会相信 PS 的？真的假的？当然是假的了！你看不出来每张照片的表情都是一样的吗？理所应当啊！你本来就应该全都是那种很兴奋的表情才对啊。钟老师，啊，我不逗你了啊！明天再来我这换一次药就差不多好了。我可不敢对你有兴趣，要不然有人该火冒三丈了。哎，廖老师，你给我讲讲你和苏冰云的事儿呗。啊，我们是同学啊。你不想承认也没关系。那天在夜莺酒吧打架的，是不是你？夜莺酒吧在哪里啊？没有去过吧？演技还挺好，看我不弄死你！廖老师，来张嘴。啊！是我说，老师。叶一虎，你中午不睡觉，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？老师，我来就想告诉您，那个烟别抽，那个是我弟弟恶作剧，在里面塞了鞭炮。什么？老师，你的嘴。叶一虎，这里没有你的事情了，回去睡觉。对不起，老师。怎么样？还不知道。虽然这家伙一开始找了道，但是我刚才进他办公室，他好像还挺警觉的，和之前那些老师不太一样。既然这样，那咱们再观察一段时间吧。昨天老四让人干残了，咱们今天非得放倒几个。阿南，人都到齐了吗？人差不多了，就是兵哥那边。干活了。
平原，上车，依然顺路。廖老师啊，您这嘴太性感了。喂，斌哥，今天光头厂周副员约我们在滨海公园西门谈事情，白哥打算动手哎。靠，这不早说啊！白哥不让我告诉你，可是我害怕。过去。福元哥，这是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啊！这不叶小白吗？哎，耀一兵呢？怎么还不敢见我啊？兵哥今天不在，有什么事跟我讲啊？跟你说，你做得了主吗？我做得了主，做不了主。你要问他们了。别闹！你小的时候，我还抱过你呢。福元哥，我好害怕呀！人老了就回家抱抱孩子，多好啊！啊！少跟我废话。昨天你打伤我几个兄弟，是不是得给个说法？好啊，把酒钱结了，给你兄弟报医药费。小朋友，你要是这么跟我聊，那就没得聊了。你怎么才来？哦，这是迟到。衣服呢？没发呀。什么情况？正卡着呢，一会儿机灵点。兵哥，哎，你们这么多人在这里跳广播体操，干嘛不叫我啊？你这么早啊？下课了？下个屁课啊！你怎么来了？我跑来的。车呢？坏了。这么不小心。哎，要聊回家聊去，给我上！廖一兵，你真当老师了啊？
随身带着笔啊？你这几个意思？菲尔哥，我来之前已经报过警了。如果你不想进去喝杯茶的话，咱们今天就散了。杨一兵，算你狠。撤！哎，兵哥，在这儿你才是廖学兵，去当什么老师啊？你跟我们在一起不开心啊？喂，那，你就这么在意别人怎么看你，还是兄弟们给你丢人了？现在你也是大哥。喂，上车吧，我送你。好。还有什么事吗？找个人赶紧把我摩托车修了，要不然你去捡棍儿吧你。OK。